要逐點拆解五仔今次一連串嘅國際新聞評論，實在需要鉗碎佢邏輯上嘅軟肋同埋大量夾硬嚟嘅論述。五仔對於國際政治同社會事件嘅解讀呢，往往流於片面獵奇，將複雜議題簡化成茶餘飯後嘅八卦閒談，完全符合網絡輿論場中3分真7分假嘅資訊操弄模式。今次由南韓大選講到北海道地震，再落泰國買春，暴露咗五仔對國際事務認知嘅淺薄同埋傳播手法嘅媚俗傾向，且待老夫逐項深剖。首先睇南韓總統大選部分啊，五仔將尹錫悅落敗歸納成群眾求變嘅必然結果。呢種論調猶如用一本通書睇盡天下大勢。但若然細究南韓政治局勢，就會發現共同民主黨李在明嘅勝利並唔係單憑民意求變咁簡單。南韓選舉政治向來受財閥勢力、朝野角力同美中地緣博弈多重因素影響。五仔所謂換湯不換藥嘅論述，刻意忽略咗李在明提出嘅 IMF 後世代經濟重建方案具體政策。根據首爾大學政治系教授金東勳分析啦，今次嘅選舉關鍵其實係世代矛盾與分配正義嘅對決，而五仔咧仍然停留喺政黨輪替就要改朝換代嘅歷史循環論層次，此等政治判斷水準堪比初中生社會科作業。再者，五仔將尹錫悅政治危機單純歸咎妻子金建希名牌包包醜聞，完全漠視南韓檢察改革進程同司法體系獨立性爭議呢啲深層穿結。翻查朝鮮日報系列調查報導，尹政府同檢方喺法務部長曹國事件爭議上長期角力，累積民怨遠超第一夫人車尾消閒咁表面。五仔呢以街市阿嬸講是非嘅方式處理嚴肅憲政危機，係典型嘅議題降格手法，將嚴肅嘅政治改革扭曲成豪門恩怨式肥皂劇。至於談到李在明當選後嘅親中路線躍進呢，五仔更展現驚人嘅地緣政治無知啊！南韓作為美日韓安保同盟成員國，無論邊個政黨執政都唔可能實質性扭轉駐韓美軍存在嘅現實。首爾國防研究院最新模擬推算顯示啦，即便文在寅時期嘅陽光政策2.0版本擴張，都未動搖韓美共同防禦條約根基。五仔幻想更換總統就會引發亞太地動山搖，反而暴露出佢對軍事同盟穩定性嘅錯誤評估。佢大概以為駐韓美軍同麥當勞加盟店一樣話執就執。轉到土耳其地震報導，五仔對天災嘅輕佢態度更令人瞠目。當佢以天災都係避得一時唔避得一世嘅宿命論調消遣災民苦難時，實質係踐踏人道主義精神。地震工程學最新研究顯示咧，土耳其馬爾馬里斯地區建築物普遍未達內震標準，係今次傷亡慘重主因。此乃官僚貪腐與營建法規執行不力嘅人禍，絕非單純天有不測風雲。五仔咧將責任推諉天命，恰恰掩蓋咗需要追究嘅人為過失，完美演繹咗點樣用宿命論為當權者脫罪。至於佢對跳樓逃生質疑式嘅詼諧調侃呢，更反映媒體倫理學嘅嚴重欠缺。災難報導首重資訊準確性同人民關懷，而唔係揣測式嘅查室八卦。土耳其災害應急管理局 AFAD 已證實死者係被困瓦礫窒息致死。所謂跳樓話呢，早被官方澄清屬謠傳。五仔刻意重提已被推翻嘅假消息，配合走樓梯頂跳樓。呢類無知提問，話俾大家知咩叫食人血饅頭式新聞消費。講到特朗普政府關稅戰策略，五仔又展示正經知識嘅片段性解讀，聲稱呢特朗普呢想喺7月8日解放日呢前速戰速決，完全無視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 USTR 實際談判進度表。根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統計，美國同各國關稅談判平均需時18至24個月，而五仔幻想體制外特效能促成協議，似係將現實政治當三國志遊戲咁玩。仲有佢曲解解放日歷史意義，呢個紀念奴隸制廢除嘅日子被挪用為貿易戰時間點，係咪暗示種族議題可當談判籌碼？此等歷史挪用嘅政治隱喻值得警惕。關於美國突擊搜查非法居留者，五仔一邊複述 Fox News 嘅右翼敘事，一邊用馬吟英為咩吟呢類低俗諧音消解執法衝突本質。事實上 ICE 近年針對亞裔移民嘅搜捕行動增加37%，而美國公民自由聯盟 ACLU
早有報告指出相關執法存在種族定性嘅問題。五仔將複雜嘅移民政策爭議簡化成非法居留者侵蝕社會資源嘅保守派話語，完全迴避追夢者計劃 DACA 終結後嘅制度性歧視問題。至於提到 Elon Musk 生育傳聞嘅時候呢，佢對人工生殖技術嘅曲解、急凍子孫講法，同埋對女性生育權嘅物化，生仔賺8000萬，更係將科技倫理庸俗化成富豪獵豔機，完全忽視代孕產業背後嘅剝削結構。論及日本地震預警部分，五仔嘅科學解讀荒腔走板。當佢引用千島海溝可能爆發強震警告嘅時候，忽略東京大學地震研究所最新模擬指出，該斷層帶能量釋放週期大約90到100年嘅關鍵數據。實際千島海溝上次巨震係1952年呢 MW8.3 級10性沖地震，尚餘能量累積未達臨界值，所謂隨時爆發更多係媒體渲染。日本氣象廳嘅注意情報本屬常規監測，而五仔卻將此包裝成核彈級危機預警，配合新冠疫情後赴日旅遊潮製造恐慌。呢種唯恐天下不亂嘅傳播策略，正係當代資訊瘟疫嘅典型病徵。最令人作嘔嘅係泰國買春事件描述，五仔用 Lady Boy、變性女子等標籤消費性少數群體，將暴力事件演繹成市井笑話，完全漠視紅燈區工作者嘅人權困境。當佢以河馬更慘呢類粗鄙比喻對比傷勢，實際上係將邊緣群體苦難娛樂化。根據泰國人權觀察組織報告咧，芭提雅變性工作者咧遭受暴力比例咧高達62%，多數案件咧因警方偏見未獲正義。五仔非但未有探討結構性暴力，反而用街邊飲摸等低級笑話強化社會污名。此等行徑同古代市集圍觀斬首叫好嘅愚民無異。縱觀成個評論，五仔完美示範點樣用娛樂化包裝反智，將嚴肅議題降為成媚俗狂想曲。從政治分析到災難報導呢，由科技議題到性別平權呢，處處可見其知識結構殘缺同邏輯謬誤堆砌。佢口中所謂多角度思考，實則係以偽裝中立嘅姿態散佈偏見。當現代傳媒需要深度解讀之際呢，此類內容農場式嘅淺薄評論呢，就如同一劑慢性毒藥，逐步蠶食受眾嘅批判思維能力。要破除此等迷霧，唯有持續用嚴謹考據對抗獵奇敘事，以人民關懷消解冷漠狂言，方能喺資訊洪流中守住理性堡壘。